陛下，今日宴会是庆贺中军大捷，微臣有一个想法，想和宁大人比剑，为大家助兴。好啊，朕还没有看过两位爱卿比试剑法。不妥啊，陛下。那个，我夫君啊，刚刚大病初愈，这身子还没好利落呢，所以宁夫人心疼自己的夫君，爱卿的身子还没有完全康复，那这比剑就罢了吧。谢陛下。当年皇帝年幼，本王摄政时，国事繁忙，虽疾病缠身，却日日不敢懈怠。现在啊，比不得你们年轻人了。倒酒。陛下，臣愿意代替宁大人比武。启禀陛下，臣愿意比剑。哎，不行啊！臣愿意比剑。好，那朕和众位爱卿就看两位的剑法了。我受伤的事不能让宁剑行知道。宁大人打算怎么比？很简单，你我二人各插一面旌旗，谁先抢到对方的旗帜为胜。好。宁大人大病初愈，一会儿凌某让你3招。不必。那就请宁大人使出全力。宁大人，请赐教。拿出你杀敌的气势啊！适可而止啊，宁大人，听闻你剑术无双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宁大人，离了宁夫人就活不了了，连比赛都要靠着夫人啊！哼，夫妻二人对付我一个，胜之不武吧？哈，你刚才趁人之危，你才卑鄙呢你！哼！你桑榆，啊，近前说话。哦。走到陛下5步前，站着。
陛下，我明了。聂桑榆，你是将门虎女，两位爱卿刚才在比剑，比武场上的规矩，你不知道吗？宁爱卿，此次比武，朕判你负，你有何怨言？回陛下，臣毫无怨言。但是朕倒是看到了你们伉俪情深，相互扶持，朕还感触颇多。如果天下的夫妻都能像你们一样，那么夫妻同心则小家安，小家安则国安。聂桑榆，朕决定封你2品诰命，从此你们2个就是天下所有伉俪的表率，如何？啊？这不妥吧，陛下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哎呀，真不用啊，陛下，你太客气了。陛下告封，还不快快谢恩？不是，陛下，我真的不是这个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！行礼。你真的。谢陛下隆恩。不是得了诰命夫人了吗？怎么还丧着一张脸啊？要是让我在诰命夫人和跟你和离之间选一个，我宁可不要这个名分。好了，别乱动啊，要个刚涂好。你别说这诰命符，看起来真的是价值连城。如果要是拿出去卖，应该能卖不少银子啊。是啊，可惜贩卖御赐之物啊，是死罪哦。我就是说说，你以为我真看得上那身衣服？有了这诰命夫人的身份，是不是也能让我的名声稍微好点？应该吧。那岂不是对我做生意如虎添翼，诰命码数很高，听着就很贵气。哎，不过这不是要和离了吗？毕竟只有官员的夫人才能称之为诰命。我觉得咱们这个事不能着急，你不着急和离吧？我是觉得啊，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冷静期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我今天可救了你，和离延期几天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过几日我在宁府举行茶会，庆贺你获封诰命夫人一事，以谢圣恩。那你好好准备。用得着这么麻烦吗？忍忍吧，一切啊都得按规矩来。好，可以不合理，不过账要算清楚。好啊，算什么账？夫妻情分账。在我们和离期内，大家各花各的钱，账要算清楚。看清楚了啊！这里面每一颗珠子代表100贯钱。你是蓝色，我是红色。自我向你提出和离之日起，你我之间谁为对方多付出1分，就往这个匣子里面搁1颗珠子。如果谁付了谁1分，那就从这个盒子里面拿出来1颗，待到和离之日结算，这里面谁的珠子多，这盒钱就归谁。
那我先来，今日我替你缝伤口，1颗珠子；今日我替你涂药，1颗珠子；今日我替你……这2件事是一件事吧？那我还替你隐瞒伤情呢。这3件事，我算你2颗。小气。哎，今日我替你拿药，1颗珠子。我今日没有拿到药，这1颗不算。那今日我获封诰命夫人，这给你宁家光宗耀祖，这得算2颗珠子。但是，你今天险些暴露我的伤情，引起不必要的关注，自动减去1颗。我这……好，你来。我，我替你争取过思过阁的5菜1汤的餐标，这是你吃的，我不管。这个我……好，有本事你说出第2件事。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。就凭你现在的表现啊，待我离开宁府之日，就是我发家致富之时。聂桑榆，我太小看你了。皇上竟然封宁家一个诰命，你这个毒妇配吗？大人息怒，此女突然出现，着实让人料想不到。跟宁玉轩比试的时候，他脚步虚浮，毫无力道，他受的伤定是极重的。你速去查查，他的伤到底是何人所为？是，属下这就去查。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宁玉轩，你的伤必定和剿匪有关。陛下曾3令5申禁止越权调查贼寇。若此事属实，宁玉轩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哇，墨雪，哎，你说这件诰命符值多少钱？这皇家御制的诰命符，怎么也得上千两银子吧？错。在我的眼里，这就是源源不断的黄金。源源不断的黄金？哎，咱们还有多少银子啊？我昨天数了一下，只剩下280两了。够了。我们就用这280两当中的50两100两，举办一场册封诰命的贺宴。100两？没错。这太多了吧？不多。所有庆典上的布置一定要给我用最艳丽的鲜花、最华贵的装饰，而且酒水和茶点一定要用最贵的。我要请京城所有的皇亲贵胄都过来，用我2品诰命夫人的身份跟他们好好相处相处。然后，大夫人，哎，柳嬷嬷，夫人，恭喜夫人，您可以搬回蔷薇园了。真的吗？是侯爷亲口讲的，请您即日起搬回蔷薇园。哦，他亲口说的。搬回蔷薇园。不过我觉得这里住着挺好的。哎，你回去跟他说啊，我不想搬了。啊？哎，夫人，您现在是2品诰命夫人的身份，住在这思过阁，与您的身份不合呀。我觉得挺合的呀。你看我这思过阁现在住的顺风顺水，我这里早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虫吃蛇咬的思过阁了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可这里是思过阁呀，名字是吧？啊，那好说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为时非晚，就叫飞晚阁。对，哎，那我的舒痕膏也可以改名叫
妆。夫人，咱们要不还是回蔷薇园吧？那蔷薇园才是大夫人住的地方，这是悔改思过之人住的地方。况且侯爷最近一直来找您，咱们还是应该离侯爷近一点。对呀。哎，柳嬷嬷，你回去跟他说，他最近身子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没事别老来了。侯爷，这些都是夫人让拿过来的。夫人说，这个枕头是侯爷睡他的，所以就送给侯爷了。拿走，拿走。是。他还干什么了呀？夫人将思过阁的名字改成了飞晚阁，将舒恒高的名字改成了飞晚霜。飞晚阁。冬雨已逝，桑榆非晚。这名字倒是起得挺有意思的。侯爷，还有一事。说。夫人要自己拿出100两银子，宴请京城的所有千金贵族。之前不是嫌麻烦吗？怎么这会儿要自己掏钱办的呀？夫人说，她要用自己的钱去和这些贵族打交道，然后把产品卖给他们，赚的钱也都是她自己的。她倒是会算，但是以她的名声啊，谁会来啊？聂将军一家就快进京了。夫人，这都1个时辰了，这怎么1个人都没有来啊？哎，暮雪，你确定你的拜帖都送出去了吗？哎呀，我当然确定了，我可是一张一张发放到各个府上的管家手里的。这不应该呀！聂将军，谢货。来，慢着，慢着啊！好。夫人，来人了！夫人，你看看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来我喝宴的一定都是大人物啊！不是，那你看那个为首的啊，气宇轩昂，风度翩翩，一看就是个大人物。你再看看旁边他那个夫人啊，雍容华贵，体态端庄，还有他们家那个千金小姐，长得跟天仙似的，真好看。哎呀，夫人，您忘记了，那个大人是您爹，那旁边那个夫人是您娘啊。我爹我娘？姐姐，娘，姐姐，鱼儿，这个是我妹妹，亲妹妹。他们是不是很有钱？非常有钱。玉儿，娘，玉儿，你怎么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侯爷又欺负你了？爹！哎，女儿，受什么委屈告诉爹。没有什么委屈，没有委屈啊，娘，我很好。姐姐，哎，听说你落水的时候把脑子撞坏了，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。那，你可还记得我什么事吗？我记得我妹妹是一个既聪明又大方得体的姑娘。玉儿，你跟娘说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玉儿，玉儿，夫人，您之前可从来都没夸过二小姐，您都是打她、骂她、教育她。怎么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？明白了。妹妹，都是我以前眼瞎，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你既聪明又漂亮又贤惠又大方又得体？爹娘，其实我这次确实失忆了，但是我变好了，我的脾气变好了，我变得更宽容了，真的。姐姐，哎，失忆了？你真的失忆了？姐姐，你这失忆失的真好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成何体统？哎，赶快去更衣吧。哎，是来，放这儿啊。
玉儿，爹娘给你从西北带了好多好吃的，整整1马车，大部分都放后院了。来看一下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娘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在京城都没见过啊？这个可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蜜瓜呀，我们西北才有的。哈密瓜。西北？哎，西北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西北有好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是京城根本没有的，特别好，真的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这是哪儿啊？啊？哎，我们去那儿坐。走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哎。爹。鱼儿，有什么事儿？跟爹说。西北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稀罕物件是京城没有的？然后运到这里来，应该能赚很多钱吧？你要做生意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鱼儿啊，你久居深闺，这生意啊，你根本就不懂。再说了，那京城离西北路途遥远，运费昂贵，这生意啊，做不得。这样啊？哎。是不是那宁宇轩欺负你了？那宁宇轩克扣你良财了？路途遥远。哎啊！问你呢。没有，他怎么可能克扣我的月钱？他敢！闺女啊，现在四下无人，你有什么委屈就告诉爹，爹给你做主。没有没有。说呀，说呀！行，我要跟他和离。啊？我要跟宁玉轩和离。啊？然后开一家胭脂铺。和离？开胭脂铺？没错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爹，你不知道，我自从醒来之后，脑子也清醒了许多。我就发现啊，宁玉轩这个人，他根本就不爱我。这个人除了脸生的好看一些，还有什么优点？睡觉磨牙，吃饭挑食，而且做事情规矩又多，脾气又古怪。最奇怪的是，他根本不让别人靠近他。我去找他，他不理我；我不理他吧，他还躲在旁边偷偷看我。打住！哎呀，女儿啊，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2品高命夫人，你怎么能将闺房密事告诉别人呢？你又不是别人。行，打住！我走了。你走了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赶紧把高明服换上。爹。曾停泊在你飘雨的眼中，等岁月刻画这一世风景，在一串清浅的歌声，趁月影，寻觅此生未遇的柔情。参见高明夫人。哎呦，快进去，大家快起来，没这么多事。你穿的这身衣服，谁见了你都得拜。别看了，愿意来的人都在这儿了。那什么，那个今天呢也没外人哈，那大家就不用这么多礼数。坐吧，定娘坐，妹妹坐啊。落座。哎，夫人，你的位子在那儿呢。我不想坐那儿。既然是自己花钱办的贺宴，当然得坐那儿了。哎呀！夫人，
要不然你说2句。说什么说？没心情。来，大家给夫人一点鼓励。姐姐，说2句嘛。大夫人说2句吧。好，那我就说2句。今天呢，大家吃好，喝好，哈，吃饭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想必大家也知道啊，前些天呢，大夫人受封了2品诰命夫人。诰命夫人是至高的女子封号啊，所以希望夫人在未来再接再厉，成为天下女子的表率。好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：大家现在桌上放的这些糕点、茶水，都是夫人特别大方，从她自己的腰包里出了100两银子，买的京城各家老字号里面的镇店之宝。当然了，我也看到远处有几个位子是空的，他们不来，是他们的损失。没完了是吧？来，我们给这么大方的2品诰命夫人敬一杯酒，怎么样？谢谢姐姐花这么多银两为我们准备宴席，姐姐真好，谢谢姐姐，多谢大夫人。各位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大家尽兴便好，开心就好。我敬大家。坐坐坐啊，都坐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宴席应该你请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我的夫君，我们还没有和离。是啊，不过宁府的规矩是，大大小小的开支都得提前报备。其实我原本是想帮你举办这个宴会的，但是，既然你主动要求自己花100两银子办这场会，那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。那一半行不行？谢谢啊。但是不符合宁府的规矩，不给。哎，不是，你看这个糕点，像不像那100两中的3文钱呢？啊？我自己花的钱，我自己吃回来。吃不完我也要喝完，喝不完我也要吃完。哇，好酒啊！果然是清水阁的桂花酿，真的是10两一壶，我就要1两1两的给喝回来。80两，我喝回来，接着给我喝。夫人，不能再喝了，您都喝了5壶了。才5壶，那我要喝，还没喝回来呢。哎呀！夫人想靠喝把这100两喝回来呀？怎么不行吗？那可不必，回头把自己喝出病了，看大夫也得花钱。啊？我什么时候用你管了？别以为现在没和离你就能管得了。而且
我就是要今天把它喝回来。我喝。女儿，酒后莫要失态。爹，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？他这个人老是管着我，你说这是？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哎，你喝多了，莫要无礼。夫人，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我喝多了。老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事。你好像我的意中人啊。侯爷，大夫人喝多了，不如让婉儿送她回飞婉阁休息吧。你好像我的意中人啊！侯爷，快送夫人回去。夫人，咱们还是快点回去吧。你有没有闻到这个院子里有一股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甜甜的味道，这是甜甜的味道，甜甜的味道，是我意中人甜甜的味道。侯爷，飞婉阁那边传话，说夫人已经睡下了。胡闹了一天，终于睡下了。你也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等等，去让账房支银子。这次宴会的钱算侯府账上。侯爷，您这是问那么多干嘛呀？快去办。是。哎。觉得我的头好痛哦，我的腿也好痛哦，我浑身上下都好痛哦，浑身都痛啊？那回去睡觉啊。哎，反正我先上床睡觉了啊。我们既然还没有和离，就应该做一些夫妻之间该做的事情。嘘，别说话。心里欢喜却很傲娇，瞥见你嘴角往上翘，生活自有千百种纷扰，而此刻与你轻轻笑。多可爱！还来干什么你？
聂桑榆，你要干什么？别走啊！他既然没婚礼，该做的事情得做呀！别跑呀你！去睡觉啊！你别跑了！站那儿！干嘛对人家这么凶嘛？夫人，来，来。来了！傅君，你放开我！傅君。桑榆这个毒妇，在宴席上敢毁我的名声，现在居然还穿着诰命服大摆宴席，我也要让他尝一尝名声被毁的恶果。大人，聂桑榆已经恶名远扬了，那就让他臭上加臭。是，你刚才说宁玉轩的伤是流寇所致。消息属实吗？千真万确，而且宁宇轩不但违令私查流寇，还查错了人。怎么说？那夜，宁宇轩不知是从何处收到的消息，说西城一座破庙里有流寇集结，便快马加鞭地赶了过去。谁知那破庙里并没有什么流寇，只是一帮妇孺流民罢了。宁玉轩是被他们所伤？正是这帮妇孺中的一人。宁宇轩为报复仇，常年追剿流寇，手段激烈，这些流民早就恨透了他。我们就说他以权谋私，公报私仇。刑部有所了解吗？刑部的王莽大人也看不惯他。这么说来，若是有流寇被屠戮的话，那刑部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暮雪。夫人，你醒了。扶我起来。哎呦，我这个头怎么这么疼啊？夫人，您不记得了？昨天您在贺宴上喝醉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奴婢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呗。奴婢一直以为您不再喜欢侯爷，但是昨天晚上您真……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昨天贺宴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你就抱住了侯爷，说他是您的意中人。什么？还不止如此呢，您后来还跑到侯爷房间，是侯爷用棉被包着把您抱回来的。这是他的被子啊！我的衣服谁换的？他不会是非礼我了吧？不，是奴婢换的。是夫人，您要非礼侯爷啊？侯爷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用棉被包着把您制止了。您回来之后，还嚷着要跟侯爷睡觉，折腾大半夜。完了！这我要被他讹多少珠子呀？对了，夫人，刚刚管家送来100两银票，说是昨天的贺宴从侯府的账上出钱。夫人，您看侯爷对您越来越上心了，说不定您再努力，就真的
能跟侯爷好上了。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现在一心只想着打开飞晚霜的销路，洗脱我毒妇的名声。哦，我没想过其他的，喝多了的事情不能算。老大，都这么晚了，咱们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听说宁狗带人来过这个破庙，说不定有茶帮的线索，咱们去看看。一旦有茶帮的兄弟落入宁狗手中，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能帮一个是一个。老大，还追不追？检查一下有没有活口，救人要紧。是。来，了然师傅，那几个幸存的流民，就拜托您照顾了。此事你就放心吧。对了，还有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。那些刺杀流民的刺客，我在他们身上竟然看到了茶帮的标记。哦，难道是有人冒充茶帮在作鬼？没有道理啊！此事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除了宁玉轩之外，无论是朝中还是坊间，知道茶帮的人并不多呀。也许是当年幸存下来的兄弟，如今加入了别的帮派。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清楚。若是有人冒充茶帮的名义去为非作恶，我绝不能忍，定为茶帮清理门户。大哥，这些故事在京城里可都传遍了，那可都是栩栩如生，引人入胜，以假乱真，好听极了。你猜这京城毒妇是谁？那就是宁狗夫人聂桑榆。谁传的谣言？酸秀才。这几日京城里所有的酸秀才都传遍了，都争相恐后的演绎京城毒妇的故事。哎，老大，我讲讲你听一下嘛。何以解忧，唯有吃喝。来，趁热吃。
本来啊也想带你去吃肉的，可是集市上人多眼杂，怕你们不方便，所以啊带你们来这清幽之地，吃这野菜烤饼，还习惯吗？习惯。我不挑食，吃什么都习惯。但是我可没杀马吃肉啊，那都不是我干的。我知道，你吃的习惯就好。这烤饼是我小的时候最幸福的回忆。小时候，你娘亲做给你的。啊？我娘亲早死了，我是跟着叔叔伯伯和父亲一起长大的。对不起啊。那时候家里穷，所以叔叔伯伯就给我做这个炊饼。这么说来，你还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的。可惜那个大家庭已经不存在了。为什么？被贼人放火烧村，几乎全死光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寻找叔叔伯伯们的骨血，希望有朝一日能跟他们相聚。那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可是他不认得我。找到了，他又不认得你。不聊我的事了，说说你们。我有什么好聊的？啊，聂姑娘，你水粉铺子开的怎么样？别提了，现在满街都在传我杀马吃肉，我还开什么铺子？不过以后我还是会开店的。你的理想也是开店？你也是啊？啊？我觉得以你的才能，日后一定能干成大生意。你真这么觉得？在下自负，见过不少行商之人，论眼界，聂姑娘绝对在他们之上。我也觉得。来，我祝聂老板马到成功。谢了啊。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你找我？什么事啊？你说你啊，一夜之间封了全城秀才的口，不就明摆着告诉大家我是京城毒妇吗？笨蛋！不，我昨天晚上是叫鬼白带了一些人前去。对啊，拜访了一下诸位秀才，但他们也将编排你的事全盘托出来，还找到了之前造谣你的证据。我连夜在整理证据，打算明天交官府。京城的酸文帮啊，也该消停了。那他们是怎么哑的呀？恶事做太多了，招供的时候一直说，把嗓子给说哑了。这样。哎呀，不过也算是你牺牲了吧。但是能换回全城百姓不受酸文帮的荼毒，这事还是值得啊！笨蛋！你别
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谢谢你啊！哼，谁稀罕？哎呀，不过还是让凌剑星给逃脱了呀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昨天那些孙文帮的人已经指认了凌剑星，但偏偏就是有一个人跳了出来，说是他冒着凌剑星之名把事情闹大的。又一个背锅的，这个凌剑星。没事，我这2天再找法子逼他现身，绝不能让害你的人逍遥法外。没错。你怎么现在对我的事这么上心啊？因为你是2品诰命夫人，怎么能受人栽赃呢？这样啊，你不会喜欢我吧？我喜欢你不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我正好有事要找你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管我干嘛去？我逛街去了。不是说孙文帮讲的你无法上街，你怎么就出去了呀？我去哪儿要跟你汇报吗？你有什么？大理寺的官员带着令牌直闯侯府，属下不敢阻拦。大理寺？不会是孙文帮的事情已经传到大理寺那儿了吧？这么快？此事应该与你无关。啊？他们应该是冲我来的。冲你？宁侯，昨晚城郊的土地庙有多名乞丐惨死，有一对母子，据查还与大人颇有渊源。如今大理寺认为此案与大人有关，还请大人跟我走一趟。不可能！他昨天晚上在帮我整理孙文帮诬陷我的资料，怎么可能牵扯到命案里面？宁夫人，您可在现场？我不在。那宁侯当时可有人证？并无人证。那还是请宁侯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可是这位大人只是秉公办事，不给大人添麻烦了。我随大人走一趟。多谢宁侯。宁侯，请去普庙查一下。侯爷万事小心。哎，宁轩，夫人不必担心。无情大坏蛋，小心点儿。我不会有事的。走吧。宁轩怎么可能与命案有关系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派你们来的？
上次你提到刺客，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。师父，请讲。几年之前，我与一位叫黄汉的茶帮兄弟偶遇相识。他告诉我，很多活下来的兄弟，都跟着一个也是茶帮的兄弟，去了海方。海方？可是他们跟的是什么人？那他倒没说，只知道此人在茶帮是名不见经传，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发了家，还笼络了很多兄弟。那日在破庙，那些刺客脚上的藤血，确实是渔民之物。魏娘，大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大夫人，侯爷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先别着急，别急坏了身子，要照顾好自己才是。谢谢姐姐，我知道了。妾身先告退了。夫人，要不您也哭一哭？这您不哭传出去，会不会又被他们说是京城毒妇，铁石心肠啊？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宁玉轩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大夫人，鬼白，大夫人，鬼白怎么样？有线索了没有？我有重要的事要禀报，我要想办法见侯爷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现在在大理寺，你怎么见他？这事不能耽搁，就算硬闯我也要闯进去。鬼白，那里戒备森严，不是武功高强就能进去的，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怎么才能见他？我有办法了。全面营养选得好，妈妈追剧没烦恼。全面营养就选海普诺凯1897，邀您精彩继续。什么人？我是莫玉侯夫人，我要见我夫君。宁永侯现在是重犯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什么重犯？他现在还没被定罪呢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任何人，我爹是镇远大将军聂向远，聂大人。我是莫许，是夫人。我是皇上亲封的2品诰命，看到了吧？这可不是假的。夫人，还请别为难小的们。尚书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宁侯爷。哎呀，官爷，我实话跟你讲啊，我夫君被抓进去的时候，真的太突然了，什么都没交代，我这家里乱成一锅粥了。收下，夫人，收下，收下，夫人，收下。你们辛苦了，我以2品诰命夫人的身份向你们保证，我绝对送完东西就出来，不会耽误。求求你们通融一下。开门。走吧。宁宇轩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怎么？你以为我想来看你啊？是鬼白找你有事。侯爷，我去过庙里了，怎么样？
在现场只找到了这2个东西。庙里有打斗痕迹。夫人，此事……我不想听。继续说。庙里有打斗痕迹，应该有2拨人，一拨人像是武行出身，另一拨人鞋子轻便。这是行州之人穿的鞋。茶帮？我原本以为暗杀流民嫁祸于我之人是灵剑星所为，如今看来，难道那个叫阿郎的也牵扯其中了？属下也不明白，是不是这2拨人已经暗中勾结了？难道说我一直在追查的茶帮，委身在海坊？看来有必要去一趟。可是，眼下侯爷身陷囹圄，要如何自救？茶帮不除，天下难以安宁。但他们是否与灵剑星勾结，此事还有待查证。你先随大夫人回去。此事看似是危机，或许是转机。是，请侯爷多保重。哎，你有法子出去了？还没有。那你说什么转机啊？府中可一切安好啊？挺好的，有我在能不好吗？走吧。哎，这个，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听说这儿伙食不好，这是我随身解馋的小食盒，给你留着。怎么样？不想看看里面是什么？不想。谢谢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带鬼白来1颗珠子，今天我给你留下小食盒又1颗珠子，2颗珠子，回去你就要还给我。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不许耍赖啊！听见没有？